我個 live 你個 live 啊 ？live 啊！誒 ，sorry，sorry。Fit 我成個 music 神掉。OK live OK 來佢 start 過。哎呀唔掉。等陣佢 start 過，佢 start 過。哎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人到底來收聽邊個福建的節目。誒，我係拖開條嘅，後尾我就直接想鬼開，後尾我自己開嘅，但我未記。這個禮拜咧，我咪講嘅話題咧，就係講香港。我調啲嘅特別嘉賓請到是，把你最近去香港嘅位嘅嘉賓來甲人講。有陣時講人就是人捌去過香港嘅呢，差別分來啊，差別分。無嗬，大媽又來這咋？你冇啲去，毛毛菇愛去香港嚟講，哎，我看到差別好嚟啲個，會使起來講埋你家阿龍都在度，都有睇到啲稀罕嘅名，嗰個面入邊嘅人咧，就是1630，1630你食咩 ？hair 啊 pear 呀 pear pear， 屎忽頭冇臭起人啊！頭啊你講 tips 我聽到。chips，你講 pear 我聽到 hair， 你而家佢我過去壓了。然後等於我係 live 有啊未啊？有啊嗬。你 live 應該是有了。OK， 我 copy 啊 page 嘅 clubhouse 上面，然後個有到啲 clubhouse 唔係佢個可以 meet 又到啲人嘅在花精彩成頭毛誒。微微娃娃歡迎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裝下位先 OK， 我把錄住。哎，有事啊，有事正經嘅，好聽好聽。有事啊，那紅旗咪試下問下佢，咩？請位昂布仔 ，OK， 所以位昂布，你自己嚇？哦，我俾看一下呢，你真歪嚇！我嗰時你白手指幫佢歪嘅冇？我照到我冇夾照，所以呢 ，OK，alright， 但係香港是，我是香港，我就笑都是笑到沒成功的啦。我係教主是 reference， 因我唔捌去過香港嘅 ，OK。就是人我捌去過香港 airport transit 呢，我唔捌去過香港佚佗過。最近睇人介邊介紹唔了個，但係道哥咯，歡迎道哥。大家好。個最近冇去香港Mario。後頂阿龍歡迎。然後個我想是有一個迄個 game 嘅唔是先。然後個阿涵幫聲阿涵。大家好。幫聲阿涵。喺過去嘅一年。個渣共歡迎。渣共冇事。然後個冇另個英國中，英國冇中，冇定，英國中你有啲個，你冇啲個就半年。OK，唔緊。個 clubhouse 入邊 clubhouse 普及點掉。Clubhouse，位就多飛優是小嘢 ，Clubhouse 入邊播減啲歡迎。Hello， 大家好。個有南西歡迎，南西唔使高調。南西困呀。啲困嘅啊。
應該是哪聽咗應該是未必別講話，伊是到啲房間會聽。不，伊嘅 WhatsApp last 先啲幾點鐘之前。OK，然後個OK，出嚟個人白咧 ，OK，啲人就會講香港嘅啊，成個毛蘑菇啊，加是茶米粉啊，茶米粉是款嘅 ，maybe， 嗱，實起嚟講 ，OK， 阿龍，咁樣。阿龍真係愛款嗰邊，我是愛困啊，我是我冇本啊，近咩啦？近咩可以講？推 OK， 阿龍嚟，你知道去香港有蝦米故事講？你想去香我港就冇嘅？記，我古早特日本去我睇你 Beyonce 那邊看嘛，我去馬交 actually 是。我去馬交唔是淨係去馬交呢，是去香港啦，個過去馬交，嗰度都去香港嘅。啊，你是唔是背接香港嘅去馬交時？你睇背接馬交嘅？古早我在中國做工時咯。哦，我特別啦，你是馬來西亞去，就是去背去澳門。啊，我有馬交，有當背去馬交本呢。哦，有嘅。馬交是 island 嚟啊？唔是啦，香港嘅是 island。哦 ，OK， 我就猜我係 geography。香港有大部分嘅檳榔嘅 Brian 你看咯。啊，對，伊羅邊嘅咯，羅邊嘅。所以香港是一個島嚟咋，香港。所以你去過香港啦，你去過香港要3禮拜嘅，係咯，有1禮拜啲叫做香港嘅。因為香港就是一 island， 對，成個 Manhattan 嘅 New York Manhattan， 就是迄個 island。哦，特別貴個 state 是叫做檳榔本嘛，原本是貴個物件是叫做香港，特別迄個 island 是叫做香港嘅。哦，成個檳榔是叫做。人actually 人本是釣本，咱唔是講看袂起北海人，咱有本啊。特別咱唔是講看袂起北海人，咱是檳榔就是係一粒島。特別檳榔本是對，咱島嘅名，咱 state 對咗伊係檳榔嘅島。對，咱 state 是叫做布lau檳榔嘛。對，袂怪是人人釣 neglected。對，你老唔是愛學吉打笑了咩？哦，最近啲愛學吉打笑本，我本是連布lau檳榔本是吉打嘅所在。愛笑是貴粒笑，佢 because 古早冇檳榔呢個所在係吉打嚟。叮當嗰是part of 吉打嚟啦，一 part of 吉打嚟。historically 嚇，啲你英國人過嚟嘢刮嘢。哦，所以當機咩？你所以你看檳榔，佢哋馬來西亞嘅檳榔一個所在，佢哋巴海依個吉打喺條線，像啊 US 嘅 province 嘅 line 呢，滴嘅嘛，滴嘅，而家伊是掛出來嘅嘛。你就我講咩嘢？我都冇出聲。Sorry， 我哋協調我抌了。哦 ，OK。然後 OK，近咩啦？學阿龍講，近咩計項妹啦？冇，然後你講香港三里區安怎算？香港島了個到嚟？新界、九龍嘅新界。哦，新界加九龍。高粱嚇，高粱啦，高粱嚇，是高粱咩？冇啦，你高粱是會使本啊，特別人你是讀伊成個一個你所在是叫高粱，就是你講高粱嘅話，你是高隻嶺嘅意思嘛，高條嶺嘅意思嘛。人名啦，所在名啊，什麼？所在名啦。對，特別我意思唔是講伊古早伊歷史是唔是甲高條嶺有關係？我是講。高嶺這兩個字嘅意思是高條嶺，literally 是高條嶺嘅意思。Nine Dragons，唔是高輪，高輪。OK。Etymologically，九龍有可能古早是哇，幾千年前是高條嶺嘅啫，maybe 有一個高條機嘅什麼？but literally。高條嶺叫做高嶺，係咯，所在咧叫做高粱 ，OK。成個咱只隻嘛，像咱講去大澳啊，咱去你去大澳讀冊，你去係咪為係咪大學係咪呢？台灣大學。對，是邊人講大澳是叫做話嚟。Anyway，嚟講到啲香港。我只係但係有人講香港嘅有喎，我捌聽人講香港福建話。香港有另外一個腔咯，另外一種嘅福建話腔咪就叫香港咯。
哦，所以咱這豆哥咧，豆哥講咩？香港啊，食緊伊講香港，伊講香港，香港啦，咱能夠講香嘅，咱講香嘅，香港，哦，咱米香嘅香吼，對，咱比香嘅，香是比香你嘅，是香港嘛，香嘛，嗯胖啊，香港就比香嘛是香，無，香伊是香嚟，福建話香啦，相字相意思，香港嘅香港是上物件嚟嘅，嗯，是咱人邊人嘅香是讀叫做香港，人講上善嘅嘛，真少有人講上善嘅，上善是另外一個香嚟嘅。那個是哦哪個？我在撸啦，撸就是無上嘅嘛。對我講我講我邊是講人是講上善，我冇邊人上善大部分，我上大部分，大部好，分。我本是講上善嘅喎，我冇上善咯，嗯，啊，我講 anyway 嚇嚟香港，喺香港，我特你們就是講，我講啊，嗱，你同我經食好食嘅物件啊，嚇，香港嘅台灣啊，我經香港嘅啫，我告訴佢隻香港嘅物件。對，講真嘅，我你食個食更當食台啦，灣物件，對，我只係講隻更難食。台灣物件好食啊，即係是熟悉啦，一隻好食啊。特別你學我內行物件，我經常你係經爭嘅話咧，我是經香港嘅物件。安尼白節吼，阿龍 maybe 你教我做隻，咱做隻藥啊，咱做隻去香港讀。會使啊！你都湊我去見邊嘅東西啊，你對邊嘅東西，你背香港咯。係啦，我讀。John 啊，你背對奶嚇？Sorry，哇，教佢背，就教背頭佢背啦。已經如果嗰陣時就是教佢，人哋可能係去香港本嚟。哦，而家就是說，啊，我過咗對邊嘅話咧，嗬，我特別貴， transit 嘅，冇 direct flight 嘛。所以我 transit 係使去香港嘅，because 香港是有 direct flight 邊嘅。哦，是你是坐劇地啊？啊，唔是，即係你直嘅地話有當 direct 然 flight 個劇地，當然冇劇地 dragon 咧嗬，但是叫冇劇地 dragon， H 劇地冇咧， dragon，特別有劇地。唔是劇劇地是地大 H 公司嚟，dragon 古仔是辦義嘅劇地。哦，伊是劇地嘅，一 group 裏邊嘅劇地 group 裏邊嘅特別辦義冇嘅。辦法日本啊，baru 有 direct แล้ว Air Asia นอ99เนี่ย The Day Watch Check 誒，古仔都隻地辦義是都會有 view 啊， Hello，地辦義是迄個 Hong Kong Express。哈 Hong Kong Express Express 是邊往這邊是 Chinese restaurant 嚟 Hong Kong Express，能唔能食嘅 Hong Kong Express 我定我無論兩三禮拜前，我去香港就是坐香港 Express，所以飛去香港嘅。迄個香港飛去邊樣嘅香港 Express 是真萬件嘅。特別伊個背部股呢，伊就停起啊嘛，停去了，有走個啷來回都最貴了，來回無咗18個嗰陣。少啦掉啦，要真正萬件嘅嗰陣。OK 結 OK，果我 direct 係 flight 無咗3點鐘半就到嗰陣。是咯，我個愛去台灣，我個愛去香港食，香港我老實甲你講啦，阿 John，香港嘅物件，咱人較下啦。咱人大漢嘅人咧，香港嘅物件你食啦較下。食㗎啦，OK OK，對，係咧，台灣物件好食啊，特別香港物件咱較下。特別我是香港我物件佚佗我都冇乜知。Disneyland 我買去 Disneyland 咯，你買去 Disneyland 嘅話，你學一部迄個 Ocean Park 佢是看劍橋本嘅，海嘅劍橋海洋公園。我呢就買去迄個 amusement park，你買去 amusement park，你會使去白沙，因為有50里山係使好多白。行山啊，行山，因為我覺得香港係真係解，because 人無講真係迄種 nature 嘅物件所在嚟嘛。你特別蝦米貴去咁啱世界去講下行山特別未上做，未上嚟。哦，冇咯 ，because 香港是只是 dry 所在嚟，100 rand 是 dry 所在，一拎就是跟你拎12個月、1個月即3個月之內做。春嘅咧嗬，有可能無安尼 dry，但係咧一般是講是 dry 嘅天氣嚟。是咯。香港時期會使啦。香港是 dry 起來啊，你有陣時就出門啊，一時想行路啊，嚟邊個本膽嘢啊，我講。我同你講嗬，巴魯香港本是一個問題是講，一人12個月啦，本來 start 無咪領了就，because of 這個係咪global warming 嚇對咯嚇，我 friend 大學畢業，12個月你會吹到冷天個咯，特別yang嘅冷天yang是叫做 winter 咗，特別yang嘅 winter 成個過嚟 autumn 嘅嘢，伊未冷嘅都落嚟日本嚟嚇，特別是真爽咯，你12個月1個月嘅2個月其實真爽嘅，特別有一個問題，12個月咧是 Christmas 嘅。Christmas 咧嗬，你唔係講冬天啦，人講 conventionally 啦，人唔講冬天嗰時古早面啦，接落嚟啦，香港12個月即是12個月
佢一個咧是最貴 big 嘅， season 一飛機當時最貴，一年伊是 big season 嚟，then 伊嘅 hotel 本是400貴嘅 ，because Christmas 對人嚟講是大日子嚟嘅，加一人去 shopping， 加一人去看風景，加一人去看花啊，看花。嚇看花 ，because 人看到是真出名嘅嘛，伊是真大嘅 metropolitan 嚟。伊個了，伊 building 個了有迄個燈飾啊，水當水今個無相啦，即幾廿年啦，咪講幾廿年啦，即幾廿年 because 個 politically 有 issue 係啦，個有 COVID 啫咧，當今有可能個差淡薄啦，特別接落嚟香港出名就是呢個物件，所以人12月是真貴嘅。所以嗱，就講我俾冷天氣啊，你特別考慮就講哦，你飛機當真貴，你嘅 hotel 本真貴。我較濟冷天呢，我經2月甲3月，咯3月頭個 maybe 講我哋抓過嚇，แล้วอีก3月尾馬路去啊5月中去啊，都已經抓咯。抓啦，特別嗰陣是冷嘅咋，我去到香港是 dry 咯。2019年我去沙島嘅一年裏邊。我咯，你是咪去？你去看飛啊？我去拍拖。Actually， 我古仔本時咧就，你想我古仔特年我去香港啊，我睇咗隨住你旅遊嘅，你就，like for example，人嘅 book fair，人嘅 book fair 是 one of the biggest in Asia 嘅，登堂車，我去看人嘅車，啊無咧就是 one of the 唔知係咪代嘅 exhibition 嚇，我就去看，無俾半到我 because 我就是未去 participate 啊，所以我去看，然後啊無咧就是concert 我冇咯，我冇講為到 concert 走去香港嗰時度旅遊咯，真少嗰啲經驗嘅。我 usually 是 exhibition， 下面辦咩人啊，我去看。OK， 冇咧就是 drama stage play。OK， 為到去看 music 嗰時為咗去看。你唔去看係咪 show 到呢邊香港嘅？有幾鬧出，我有看過 musical， 誒徐志摩啊。再別康橋，我有去看過。即係香港嘅 musical 啊！直到5月19號，我去香港本是為咗要去看地德本嘅。我本是去看地德本嘅。到5月19號。當時呢，嗬，伊人嘅 theater 嘅事業啦，嗬，比人馬來西亞是較好真係濟倍咯。And then 伊人本較加渣本啊。特別人嘅地價本真係貴本。人看我無你看喺一道啊！我地價我直個400塊嘅就真貴嘅就500倍嗰就。特別伊人話你可能風刺你知你明白？一直落嚟就是驚這個落水嘛，有 TVB 嘅嘛，有時驚就落水。馬來西亞冇咯，馬來西亞拍 performing arts 就是對 ，performing art 人所以人係做棒，人係做明星棒嘅，就是講人就講做明星是會賺錢嘅，有路鏡嘅，馬來西亞冇路鏡嘛，香港是有路鏡嘅，嗱人古米上講就咧，呢個就係雙 B 啫。當個米上講啊，當劍就是米上講嗰咋，當劍嘅 season 啊，你是講。當劍6月，當劍就是未上講，當劍啲景料，所以當劍有隻capsi 嘅人出嚟嘅了誒。係咪做 capsi？頭次輪嘅數。你去個阿妹10出嚟人嘅，係你是水嘅了嘅嘛？當劍嘅頭次輪是 capsi 嘅出嚟嘅了誒。你隔了下面都係搞嘅咧，唔係。你看到就係人去酸人嘅時候嘅，邊個是狐狸樣事嘅？用我整個成個係咪鬼人啊出嚟？嗰陣真係享受。特別我黃線未急，我一隻水本啊，特別我看到你咧，嘅啦。特別頭次輪，要住啲頭次輪過嚟啲隻菜，呢隻謝數，隻謝人嘅數。小時一個未出頭鏡，直到落過啦，都是講。特別當然冇唔是啊 ，actually 唔是啊 ，because 2019年過後咧，都真係咪變㗎啦而家。網紅㗎了咧，南馬路唔是，跟呢冇關係。2019年過後咧，真係咪變㗎啦？yang 係你未上講是 TVB 嘅物件嚟嘛？對。香港真係隻人就冇看 TVB 啊，就 TVB 就係廣告本別路啊，就。because yang 真係細，yang真係 pro China。所以香港人冇事㗎。yang 冇事㗎咧。就是講你 old timer 香港人冇事㗎啦。特別我看過有隻咩？少年人。old timer 有隻隻是真屌加 pro China。對。所以我聽講你汪明荃啊，伊隻 TVB 伊隻，特別汪明荃本是定到中國來嘛。特別汪明荃伊無講真係 pro China 就伊無嘅咋。伊無幫啲 TVB 講嘅就伊無嘅咋。迄個是對伊來講，伊無安尼要緊，特別伊做工咧，伊是做 TVB 嘅工，所以真係人 feel 到真係拍生就是
because 你只中啊嘛 TVB 依家，樣錢中嘅對，樣錢中嘅，because 樣當今樣戲裏邊咧，特別有一段你是中國來嘅。哦，你樣係講廣話啊？不，伊就是講廣話，啊無就是講話就菜，特別本是講廣話本嘅。哦，你聽得出嚟有當時，要強啦，一上要中國嘅強。樣錢就，你係看呢？係看呢？最近就出名，伊是香港嘅人哦，喺裏面 Jackson 啊 ，Jonathan Wong 啊，係 Wong 啊 Jackson Wong，伊是香港人哦，伊是香港嘅糟糕嚟，伊是香港糟糕嚟咩？係咪數？是啦，你是講啲 Korea 字叫做是伊到底有當今版嘅有冇？God Seven 嘅咋？伊俾家己互中國嘅政府了嘛？按照講俾家己互中國政府了冇俾。伊有一擺伊去 London 做 concert 嗬，伊去罵 BBC、CNN，你看中國落好，你人按怎會使冤枉中國？蝦米物件？了伊我就是我唔知啦，就是樣未做你講啲物件，就 because maybe 伊 market 大咧到中國。我問題是樣是你 market 大啦，你變咗你真正 worship China 嘅，反正我冇人逼佢做，冇一個國家是人哋講啲做。maybe 伊講你特別接埋 market，你特別甲人講嘅可能嗬，即係part of it deal 嚟啊。That is why yang propaganda 咧，我國家冇suka咯 ，because 你愛suka America，你愛suka UK，it's okay 你做 ，but you don't have to flaunt around 你做。Yeah，有時講好家己了，講冇好別人嘅物件你做。但係我真係冇suka。特別伊就美國都真出名。伊啲 Jackson 伊到底Jackson 一直出名，伊 Jackson Wang 啊 ，Jackson Wang，伊就是。係咪布基 Jackson Wang？所以我立掉，我立掉。阿 John OK 冇阿 John？我睇下都嚟一立掉喂，你麥登。對。啊 ，sorry， 你講到底，特別伊是中國人嚟嘛？嗰時老爸是中國人嚟嘛？對，伊又講上海話成個事。我知，伊老爸是中國人嚟，because 伊老爸是唔知 one of the Olympic 嘅係咪物件嚟啊 ？Fencer 係咪？fencing，唔知是唔知咪迄冚一邊嘅 fencing 對嚇對，伊咪是伊個叫咪是，伊咪是個叫是嚇。特別伊媽都是香港人啦，伊媽都是香港。Of course，伊本是香港出世香港大嘅香港人。我是講伊老爸是中國嚟嘅。哦，是。OK，嚟講啲香港。伊隻硬冰。伊隻係咪？硬冰哦，伊隻硬冰對。哦，硬冰先我隻 pro China 啦。我甲你講，樣有當時啊，我 feel 到樣唔是真有心做這個物件。It's just because 伊愛中國嘅 market 了，調啲講嘅。調啲講何中國嘅政府爽，啷會做呢物件？你想你談只這類啦，你做搞。你都但係講 ，because 伊人只這明星嗬談只這類嘛，แล้วChina 嘅 market 只大嘛，所以嘛逼掉你款做咯，我是 feel 到啦。because 你看你 TVB 只這你明星哦，有嘅啊，應該是無條無地去。會去什麼唱中國嘅歌啦，咩安尼喎翕到 TikTok 嘅位啊，安尼，你知哦，成日有當時你看到佢只假，你知哦。because 你無 rational 嘢，就咪你suka中國 is fine 你知，但你看伊定住伊唔知啲 one of the 伊家己嘅 concert 喺 UK 嘛時候，伊去選 BBC 跟住選那咩 CNN 就對了，伊講China 好嘅物件，I mean。你啲安尼款嘅所在，你做你款物件，我 feel 到是，不過伊只是樣有可能伊個中國嘅 government 係講，你特別去往後你紅，所以你去中國，你去外國時，你特別講往 promote 即係中國嘅好處嘅款，所以伊自己做成 spokesperson 嘅。我明白，你 as a brand ambassador，你會使去做啲咩？會使，但你講人無好，你 approach 真正 disgusting 你咗，你是講人無好了，講就好，你是死白，你是點？係你是政府咯，係你是因為政府就是啦呢，是講你看到伊個，但是講係講哎呦，我就其實中國特別只字咁樣，我聽到 narrative 嘅了是講中國
係咪聲啊？做呢聲是最聲。你後尾你微別聲嚟咪是咩？你 audio 嘅 sound 嘅聲，我冇聽到。哦，做唔知最聲，冇嘢代。我要講咩？我未記啊。伊個中國嘅政府就是為安那款講嘅，伊成特別 defend 中國到啲 global 嘅 stage 嘅時候，特別 defend 中國嘅。講亂看到嘅國考 report 嗰啲是 bias 啦 ，actually 中國是就好嗱 Western media 嗰啲講面是 bias 啦，對。特別好，我嘅朋友到啲香港嘅朋友啊，伊定到我到啲比較希望上學堂上大啦。伊對香港人嘅啦，香港人嚇對，伊香港人咧往去中國是啊不去唔你到嚟 US 就係往白啲，然後伊對去香港咧，after 畢業對去香港咯，對香港多一轉咧啊，然後後尾紅磡時個我講，哎呀我搬去 UK 嗰度，講我未 accept 伊，我這邊嚟講甲當定到香港無相，所以我無明白即個意思是蝦米意思 ，because 伊變做成個真正成個中國去啊，很好，伊無咪成個定到香港。我同你講，伊就是變咗成成中國橋，就說 actually 中國嘅政府有做嘅物件，我唔知啦，咱看袂到嘅物件啦。because politics 是你真係你看袂到嘅物件，特別伊有一個 reflection 咯，伊 reflection 係咩咧？中國有真濟人，係 tourist 啊，我同你講就係 tourist 嚟咗，伊去到香港了啊，樣是開出 country 就是講亂是旺嘅所在，亂古早就是人哋無中國人無經濟，樣去買物件啊。是響大聲甲人講話，係啦，拍到頂甲人講做事都咪講 Mandarin，真真轉咗。所以伊做㗎香港嘅人 feel 到啊，你是上家是嚟拍槍啊，你看到咗？你是上啊掉啲嚟位所就佢拍到，佢被若是講我 service 嘅差淡薄話你可，樣 immediately 樣度 upgrade 樣嘅 level 就講，兩個未起往中國人。兩做冇數買講 Mandarin， 兩個未起往中國人，係啦，安尼款呀 hit video、post TikTok、post 小紅書大堆嘅了咯就，隔了微博，隔了出，隔了安尼款啲物件，講啊，香港人看未起往啊，嚇，當佢往嘅鐳啊，入面俾佢掂向面爛去，安尼款嘅 statement 真一謝咯就，所以我古早諗細漢個大漢啊，我從來唔係 feel 到講。香港人見中國人嘅就，我唔係 feel 到嘅就，我 feel 到講香港人是真係 support 中國嘅就，你看樣香港嘅 TVB 戲本好啦，我都樣係潮樣冇類樣 CV 冇300樣嗰啲就冇成個300嚇。對，特別我冇 feel 到佢哋物件唔是事實咯就，伊古早80年代當時中國有影，伊是真係 closeted 嘅一個 country 嚟嘛，伊有影事嘛，係咯，人講嘅本唔是講完全唔是事實 ，of course for entertainment purpose 啦。你去潮一個culture，而且真係普通嘅事呢，你知道？你冇去過講 I hate this country， 冇去過安尼款嘅地步咗。我同意呢度是真係 strong 嘅 hatred 裏邊咗。伊唔是 just for entertainment purpose 去潮人 book fun at each other。你是講香港人真係冇屬於中國人，而是中國。香港人真係見中國人嘅。我 friend 講了啊，當今嘅事冇講起呢啲物件咧就，因為講啦，就是說。對，because 2019年數過後咧啊，又唔敢接受講話。係咪？講你政府好像 even 成日講我 friend 教我成日講啲講last time 有時我當時用 WeChat 啲傾偈嘅嘛，嗬。所以2019年嘅時，我甲佢跟人拍拖嘅時啦，所以我諗問有講起 because 嗰陣時啲發生佢哋。反送中嘅嚟咯，所以伊啲答咧，可能有一陣嘅時，嗬，伊個話講下，唔通用 WeChat 了 ，because 伊人有人嗬到 WeChat 裏邊嗬講安尼款嘅物件咧，แล้ว suddenly 成個一過關係咩事喎？伊人有去 check 伊嘅 phone 啊咩安尼款，所以伊人會知喎。你邊是香港人定係中國人？香港人，所以伊就叫我轉去 WhatsApp 咯，用 WhatsApp 呀對，安尼款咯。你特別本是較濟咧是用 voice call 啦，無愛講條安尼款嘅物件是你無用寫嘅。我朋友本是無用 WeChat 嘅，伊樣就是 passive 唔係 WeChat 嘅。你講
ยังก็เดี๋ยว track of course หลัง actually ยังแล้วว้าวเดี๋ยวลูกเบรกก่อนเดี๋ยวจะเดี๋ยวก่อนเราบอกเอ๊ะบีก็มาสิ track ด้วยมีกี่ก็ยังอู track แต่ยัง冇聊รู้มา即係 in the end the difference 係邊嗰種because 你有一個 case 是講一個人去一個人呢嗬，伊過關啊時喎，伊愛去中國啊時，伊過關啊時，伊掉你啊嘛 suddenly，即係是真正有嘅 case 就我有捌嘅人嘅好朋友，喺日本讀冊查某嚟嘅，伊入去香港嘅點先，因為伊喺日本參加過 one of the online activity，佢講過一句話，講過一句話呢，就 it's just normal 呢，你 just express your 即係 freedom of speech。佢講一句話咧啊，伊過關點先，伊每度都要咗，伊條車嘅講按咗攏會 track 個安嘅 detail 出嚟啊。一比一 track 安嘅 detail 啦，一關一禮拜咯。你都冇驚，都冇肯去中國啊，或者你去香港嘅事。我就是驚本 ，actually 我老實講，我本驚本。我咪講咧，只能講去食行嘅物件嚟啊。我講咧就冇你得物件。其實我同你講，我係朋友啊，當佢有內地落香景嘅，我喺香港嘅朋友講嘅，伊過嚟過一次途嘅時講內地落景嘅，走無在掉走嘅話咧，嗬，你都怪怪，係咪物件冇買做了？你有在掉走嘅話咧，當劍出門。買樓你等成啦。但係當佢有隻地讓你古仔。而家古仔較舊嘅人啦，讓都換去 BNO 嘅 passport 得咋？讓 BNO passport 是 UK passport 嚟，但係是 UK specifically for Hong Kong 嗰時，香港嘅古仔就嚟換你 passport 咧，一驗你你 passport 咧去 UK 去做 UK 嘅人。我係朋友，我嚟澳洲嘅時候，對，會使。因為其實澳洲本，because 澳洲是 Commonwealth Elizabeth 嘅嘛嚇，Commonwealth，伊唔是 Commonwealth，澳洲比 Commonwealth 嗰個係 level 個。伊是 Commonwealth 嘅 country 啦，但係伊是特登伊是特別俾香港人，你若是嚟澳洲讀冊，你 automatically get 到 BI。你面對佢BNO 黑會是冇呢好事。BNO 是叫做 stands for what 啊？British Nationals Overseas。馬來西亞有嘅咧咋？邊個 BOC，咱叫 BOC，咱叫 BOC 嘅。前一幾年喺咧 BNO 嘅人條劇咋，because 伊人 give up 伊人嘅 country passport，特別Britain 冇 recognize，有時揸一隻 activism 咧揸冇幾年嘅事 ，because of 即係香港嘅事啊。伊人隔了 approve 隔了 BNO 嘅人會使接。當今就是都是 BNO 嘅話咧。對，當今你會使見去啦。你所以我就是朋友啊，會去嘅，隔啦去 UK 隔啦去啊。代表講啊，冇到嚟 Canada 冇去咯。if 你冇去嘅話咧，你冇在掉。你即講，你冇講真係 strong 嘅skill set 啦，OK？冇就是你講真係這類嚇，你說有普通人嘅嘛，普通人你被 expect 用做真係大啊，做比較。伊見咗 BNO passport 啊，伊都就只係隨便就講有人識得別。伊唔知隨便，伊唔是隨便就講，伊啲香港嘢隨便講，because 冇我是講到啲英國。嚇，對，伊本是另外一個問題咯。係啦，你本唔是講你行去行做嘅，你去了你本是要大個年揾嘅了咋？但係佢哋冇間。你大個年你計換 UK passport 嘅，所以你若是見到 BNO 嘅話咧，當然都就白路呢就即係你即係一個月裏邊發生嘅事呢，就有隻 BNO 嘅人去討越南嘅 visa 被貴咗咋？你 imagine 講香港嘅人啦，你成個香港人真係好聊啊！而且香港嘅人去真係 country ยัง未 visa 喺度，ยัง未討 visa 喺度咋？伊去台灣是未討 visa 喺度咋？你叫定ยัง去越南未討 visa 喺度咋？你屬於伊人未去是中國買去，驚伊人走咗。I think 是即係是ยัง嘅 one of the pack 啦，就是中國加越南加是加I don't know 啦。總之，ยัง有去咗一個 country 是被討 visa 嘅，咱人看無到即係。是落來本身那款啊，定到去。是落來本身那款嘅，就是我朋友講話，伊之前伊要去台灣佚佗嘅，點解講我會等到 visa 出嚟，我到查劇本嚟講，香港人去台灣被 visa 係咪講？我都唔知啊。我細漢個大漢去台灣本是被 visa 嘅。OK。咱若是講我唔捌去過香港啦，我當尾去了，我當尾物件好食、好看、好佚佗。食咧嗬，你是免煩到嘅。食咧是貴嘅，落架咧有好食嘅物件。會貴咗嚇。會貴 ，actually 一隻貴啦。成日講你講普通嘅茶餐室咧，嗬，
半截畫面嘅係諗30幾塊呢款嘅話，แล้ว較好淡薄嘅就係40-50塊啦。特別我會使講嘅是，如何咧都咁運嘅。比較好食啊！因為你講伊個炒飯啊，伊個叉燒飯又好，伊個燒臘飯啊，喂，伊個雞肉嗰啲是舊舊嘅，都就伊唔是成個人馬來西亞拍個邊邊啦嚟炸嘅。我同你講，我because 我就食阿爸啊嘛，我而平時我就燒鵝髀飯啊，伊燒鵝髀是幾隻下推係啲咩？我同你講，其實我特登講嗬，你若是講有去過香港食燒臘飯啦，你對嚟嗬，你唔係你是你會感覺到咱馬來西亞個料是賣了片啦，特別你食了賣半晒。哦，所以特別你成日咱都要去上面見當愛嘅，你看你會一隻對上哦。無相，貴啊，無相，Canton Eye 是馬來亞嘅廣東食。แล้วก็一個啲我 another one 嘅嘛，唔是香港嘅啊 Dragon Eye 咯 Dragon Eye， 香港師嚟，香港師啊，哦 ，actually。有淡薄香港、台灣咧啦。OK，so 特別我問你看香港，我真講香港嘅 cost of living 貴本嚟，唔是貴，真貴。所以意思係比起來甲新加坡上哦，是較貴過新加坡，較貴。較貴過新加坡。Oh shit！That's why I don't want to go. I barely want to go to Singapore, you know. 特別伊嘅物件便宜，即係物件便宜。新加坡是新加坡即係物件便宜。你就係我朋友同香港，一香港嘅人嚟啦。伊人講啦，你無類到香港啊是真坎坷嘅，你有類到香港是真正爽嘅。所以你若是無類嘅咧，你會走，你是一頭走 ，because 啊，你啲像即邊啊，你會做工，你有類甲無類啊，差無濟。你講香港特別無類啊，無類嘅人啊，真解。特別是 gap in income gap 較寬先。伊講啊，伊 social classification 啊，成個人這邊有類無類，個啦白白差咩嘛？講香港啊，你無類嘅哈，你真坎坷去甲你有類嘅人啊，會看衰你嘅。哦，特別你講香港，because 你家己嘅款本是一個本嘅，係玩實物針本嘅啦，有類人嗬，本是真正賺嘅。哦，只豆啦，只豆我未記啦。你但是俾香港知道嘅話，你就要準備 cash 嘅 ，because 唔是簡單所以會用 credit card 嘅，你就要準備 cash。哦，you shit！That's why I don't want to go。cash society 嚟嘅。加把路本部 e-wallet 係咪個咩？有啦 ，Apple Pay。伊是講 common 啦，甲普通。是 cash society 嚟嘅。哦，我買啊，我買 cash，但係我冇去過。我都冇嘢 cash。我 I think 我冇嘢 cash。我去幾年嘛？我幾年啦？你啲學校冇啥。冇，我去食物件冇，特行冇，我冇去 fine dining please。我去茶餐廳，我覺得茶餐廳10經裏邊都有8經是冇小卡嘅。我去嘅位嗰啲是 Google 有嘅啦。哦，你就俾隨看要 accept Apple Pay 上面你家己啊。咁謝啊，你 famous 嘅位嗰啲有 accept 嘅話，你點心嘅位 famous。係啦，點心嘅會。喺邊啲嘅路邊啲咩粥粉。啷講啊！我就冇咩想愛去啊，誒我想到愛去香港咯，香港是你一世人你地咗俾去一道 ，OK， 愛去嘅 ，because 我價錢個貴，特別你講好食，我撳慣 ，OK， 我撳慣，我想講，我就係講。我想到哇，我比去新加坡呢，because 新加坡真貴嘛。你我對佢馬來西亞我通開嘅時候有好嘅人咧，去新加坡普通。你若是講香港好似普通咯。香港愛講真貴都唔是，像你比較越南啦、Cambodia 啦、Indonesia 是貴，特別你若是比嚟，像個這邊啊，你去這邊嘅位啊，美國啦，假使你去。嗰時少 OK 個嘛，我是講，我講伊貴是 because from Malaysian 嘅 perspective 伊是貴嘅，特別 because 我睇過人，特別我講我去睇話咧是 OK 嘅，特別就是講伊比加香港啊不 ，sorry 香港加新加坡比新加坡較貴，我還都買去新加坡嗰度，我覺得就係去香港。伊食物件較好食哦。OK， 我會去嘅就是為咗好食啊！咯，我看伊白舊舊，你講嘛即係伊物件好食，and then 古隻物件阿轉
if 你是大啲香港嘅人啦，actually 你嘅 group 裏，咱嘅 clubhouse 裏邊有大啲香港嘅人，咱若是你是大啲香港嘅話啦，香港啦，我會使講啦，我去過，我唔是講去過真正一個國家本啦，but based on 我家己有 analyse 本啦，香港是咱規個 Asia 裏邊啦，第一隻物件食嘅所在嚟，伊是全世界隔了 any restaurant、any cuisine。你會推掉佢又好啦 ，Czechoslovakia、Georgian 隔了本推掉嘅，呢是 the only place 隔了物件有嘅啫。Within the 下面人食，歐類嚟講啦，歐類嚟講，本命講貴價到嚟啊！如果是香港嘅人，佢哋講貴價到嚟。我覺我真聽人講啦，我唔夠見把 experience 過啦，經驗過就是係 attitude， 香港人有 attitude。我甲你講下，你去香港。你呢的你唔通行路慢慢咯，你會掉命咯。像 New Yorker 呢，你特別有一個 preparation， 你邊教啊？特別按照 prep。我冇 feel 到你會 offended 嘅，我冇 feel 到。because 樣嘅係種嘅快靚正，係一種嘅 pattern 啊，你會 accept 嘅。OK，我知我係 New Yorker 嘅 pace。有一人啊，我甲你講，有一人樣真係 snowflakes 啊，尤其是中國人啊，你學人講鑼鼓啊你啊，你起行咧，我because 香港人都是咁嘅 pattern 嘅，明明我本會文，你會關係樣嘅 pattern 嘅話，你會 feel 到講嚇，that is called effective 咯咋。OK，for example 啦，我去香港，我甲冇包去啦。伊互我 newspaper free 我無睇 number one 我去我無點聲去讀你 newspaper 阿冇包別讀你 newspaper 我嘛解講買咯你就係你人講咩你唔俾面咁樣唔俾面嘅嚟講啊咁樣唔俾面嘅我講話呢是樣嘅 sense of feel 嚟if 是話嘅話咧唔係咁人哋冇時間啊嘛我就成日講你衰嘅你講唔緊要啦攞啦依 attitude 就便宜了依 attitude 就便宜 because 以前係你咪學到俾學半你報咗半㗎了，伊講揸嘢，伊個揸對，伊講你買嘢你嘢去黑格本唔要緊。你就半咗啊！你嚟Korea嚟강남正啊！你看到只auntie啊，半係你發廣告嗰種，一樣嘢之後你嗰種，所以這邊往白白做工10半報紙啊，往 lunch time 就往搞住嘅，auntie 後幫是啊，你往係嘢咧，往去黑格嘅嗰種，because 樣特別半㗎啦，樣係幫工嘅嗰種。我唔知，我想問你拍聲咯，即係有時啦，唔知一點咧。但喺個河咧，香港人算是攞姑娘就起行咧。對，所以你都要 prepare 啦。樣就是一時成個 New Yorker 呢，一隻出吹口就是成個 ，because 成個 survival 嚟係一種 response 啊，一隻出來就是 attack 都成嘅啫，冇錯都就咩。如果 play along 嘅話咧，如果 play along 嘅話，你 feel 到香港人 understand 都就講嘢係乜針先呢？你play along 嘅話，你 feel 到講香港人是第硬做朋友嘅。真係是啊，嗬，戰一戰，有冇笑嘅，你會相信人嘅。OK， 即係其實今日是我做佢哋 podcast 時間香港人對合作嘅嘛，對，所以頭嘅時候，咱不是because 咱這邊無安尼啲嘅嘛，對，所以成日講就講。我人誒，佢哋 radio，佢哋 station 誒，佢哋睇站，一般我們是真跌嘅。所以頭嘅時候，我去香港賭嘅時候，哇！我係感覺到講成日真驚呢款嘅咯。然後第2島、第3島嘅時咧，我嗰個賭到有嘅啦。你每一個幾哪句話呢？嗬，伊就未熟咧。就成日講伊安排我去大陸愛做節目嘛，嗬。所以成日講我就未曉你為是大陸嘛。咧每個幾哪句呢？伊就真未熟啦。就是伊語氣啊會變咧，我同你講咗，依家咧係咁樣啊，你款嘅語氣啊，你就再講伊未熟咧，嘢安尼款嘅。你問講咯，對，你解討厭啊，你解討厭嘅是你解好解講3包，啊無伊個好你2包，你無夠，你解嘅討嘅是就 during 你啊。對，安尼款嘅，特別呢，我甲你講，你關係咧嗬，你就是。關係啊咧，你就冇當做是一回事咯。有當時你串到對伊啦，
問下都唔得咩？我常常看你 Facebook，我 friend 佢講香港人，哎呀，學我買去嘅，因為人錯咯，個意思係 root 嘅。我當時我哋心裏想咧，你唔係去香港20幾30刀嘅人咋？我從來唔係 feel 到香港人安尼衰，你說，依人嘅吹臭，人 root 啊，that's 人嘅 pattern 嚟。You have to play along，你 play along 嘅話，你去啦，你咪去唔死嘅嘛。play along 啲，你 play along 嘅話咧，你 feel 到講嗬 ，they are the serious people。特別我後來嗬，我本有安尼款嘅性格去咯，就係講我本袂打閒人問我一物件嘅哦，因為例如啊，嗬，我本會變安尼款去，成個你每路嘅前落刀呢，嗬，你就袂熟咧，有當時啊，我本是安尼。我本是袂熟咩，我到底 Midwest nice 啊，所以 Midwest nice 時，我本是 feel 到淡薄，我會驚咯，我係成日冇關係嘅，咯。特別伊人是安尼嘅，Canadian 嗰個叫啊。啊，你叫小姐啊！伊佢頭先佢講咩？靚女啊，咩小姐？靚女嚇！哎呀，八婆！小姐咯，你八婆佢講乜嘢小姐？靚女啊，可能係假咯。你我頭嘅事啊，2019年嘅事。個阿三小姐學跟當然是下嚟做bagger嘅。做bagger。但是所以俾靚女梗係啦，俾人頂啊！冇啦 ，actually 唔似啦。小姐咩小姐？靚女。哦，迄個是北方嘅人嚟，唔是跟當人，北方嘅人才叫小姐。唔是，有嘅，人買 mix up 嘅 context， 你會使叫人小姐，迄個人是，伊是人路講嚇，唔係叫我小姐，係叫我師阿娘，伊人路呢，冇名嘅，伊人路呢。你咁解講咩路？特別係佢哋唔是咧，唔是，伊是 humor 就講咧，我同你講啦，阿 John 都去嘅話咧，我同你講有請物件嗰陣。當劍 ，especially after 2019幾後啦，你當劍啦，你會 feel 到人對你特別好 ，if 你講 Cantonese。對啦，對，特別 because 人冇時間用講冇時間咧嚇。我就是我去解講華語嚟講，人係冇得時間啦。對，人嘅態度較無好嘅，伊 feel 到都是咁學嚟。伊會曉分馬來亞嘅華語加香港啊中國嘅中國嘅華語。Of course, it still prefer 你講話無好半好啦，一聽下出你是馬來西亞人啦，一對你嘅態度我無聊你啦，較好嘅。特別我講出來成個中國嘅人講嘅講好話，因為是冇時間咯。你會講好話 OK。冇本嘅，if 你是中國人講真係水嘅。跟你廣州嘅迄種講好話嘅話咧，人嘅態度本別差，人嘅態度本別差嘅，而家人當都是搬你家己人嘅。哦，是我梗係驚你，梗係 stress 你，要去香港唔可以啦。有見，特別我講香港是last resort here 講硬幕話呢，伊拉本當是敗路嘅。哦，你講英語嘅話咧冇數嘅。人講你啊，都未識啊，使乜屌你啦？頭人哋講啦，喂 friend 啊，咪攞本。英是一個會使講 English 嘅所在嚟嘅，你啲 Korea 你日本冇人講，你都台灣冇咩。英啲茶餐廳都講 English， 英本地嘅人講。當見少嘢哦。because 係30-40歲人，1997醫整讀冊，人嗰陣時讀阿摩冊。我係咪好驚啊？Actually 香港是冇半行嘅，你最近最開你對曬啊喂。唔係講啊，話那時乜事啊？我去梅羅那時嗬，佢哋人本住另話梅羅呢就，如果啥伊是開店嘅嘛，你諗未曉咧，可能去梅啊少嗬。哇！伊上啊食本來飯嘅款啊，一餅，安尼款，安尼魚翅嘅都就，你都頭飲是得個啦咩？個啦，你嗰陣時我逼切嘅數啊啥？有，我意思啦，就講咩？當今呢，我就叫伊人較無相嘅，較無相淡薄相嘅啦。前那 action 嘅，甲你講啊，你去看物件啦，然後你叫伊行落來，互你看，你特別就愛買啊。你若是無買啊，你丟甲伊啊。你是講當今咪是訂刀？訂刀，係嗰個。你講先大陸較無相。訂刀安尼款嘛是一種間嘛是安尼款。
當街是咩嘢啊？ OK，係旺角嘅，係咪啊？係叫做係咪咧嚇？女人街啊，係咯唔撐咯，都計機咧，看，都買俾咯，運吉啊，你講咯。唔，上次嘅可以講是姑娘啦，運吉就是吹樹嘅，嚟吹樹嘅。我聽到阿明白啊，我咪講嘅就是要去香港面配就要較教淡薄，慢嘅呢，然後人 offend 你都冇事啊。唔係，有人是用酸都攞晒句啊，你串到都要表見嘅，你I mean in a friendly way 啦。係啦，咩啫？問下啫，幫下手啦，兄弟。你啱啱講嘅話，我無腦嘅。OK，人嘅小我特別教攏咗第期啊。我個結果係咪一次聽講嘅表講話期啊？我去香港，我從來唔把可能去做我去韓國嘅咋。有時按則講啊，跟大我叔籍啊，伊安無上加台灣啦，客套話啊，日啲伊部客套話，賣是賣，做未講單隻個字啊。那就所以伊部咁多廢話，你去看日本，有時人講去日本啊，去 Korea，佢都就利索嘅，個人哋阿妹講面講都唔知，呢邊多隻朋友都就，你下面面講冇講，係咪？人你叫人做面講覺得啊耶，괜찮아요，阿妹嚟講人迄隻句話本身啊，一對你有落大迄種嘅 complain， 你是聽袂出嘅，你就 actually 香港人是一個幫你呢邊整好，你就講啊，我同你講嘅是人哋就成樣啊 ，so you know the problem， 伊無笑嘅 ，Korea、Japan、台灣隔了笑嘅。特別我跟你講啊，你去食物件時嗬，你看伊菜單啦，แล้ว你無想清楚以前你盲叫伊來咯，我了你你看成了，你個熱潮，แล้ว你若是有啲menu，若是有啲外面，你先看，你一來啊，先一別單呢，一大餅翻。阿 John，你放射嘛？你佔位2點聲。所以你了1點聲，前一個ramlu咯。豆嘅你講未？特別唔哦，我周成。OK， 拜拜 ，good night。拜拜，豆嘅。拜拜。豆嘅唔知乜去過香港哦。嗰咪食唔驚，你看香港人用 order 就是落鹽用咗，走車走係咪走鹽鹽鹽甜鹽，我聽到險啊！係咪嘅？你講咩名啊？冇。你香港人 order 嘢，走青小鹽咩鹽糖鹽，哇 customize 就冇人 order 唔驚。我是想講你，你看 customize 想看起航路。我唔是嘅，我又係靠出上可能，你買啲係平常姑，我直頭講嗬，啊，你雲吞麵有西蓉啊、酒青啊，你我直頭講咧啊，咧就材料哦，是咪料你點聲嘅啦？伊唔是講買做好老本，你是別使到正弟弟媽媽、婆婆媽媽呢？啊，唔使要 customize 加上響嘅，你係 customize 加上響嘅，but be straightforward. Look, what the fuck do you want? 成個阿龍啊，你講到阿龍嘅性格咧，我哋別使解婆媽媽，就買個婆媽。你看到淡薄錯咯，所以你若是一打閒，你 OK， 你若是講嘅你優秀，你別打閒，你種錯咯呀，你咪 expect 可成個台灣啊，你direct，伊是無禮貌嘅，對咯，無禮數，伊是無禮數，伊無 sugar coat， 伊無 sugar coat， 伊講話。冇一部成間喺日本啊，嚇講話就傾แล้วว่า感謝你啊咩啊，你講冇嘅，意思係啊冇咩你啊，你都冇感覺就講是個大問題本啦，你明白我成日講，有隻感覺人 feel 到是大問題我講，即係我正日就好笑咩講。到底你 clubhouse 會條條件啊？伊講I like you words. I ask them if they speak 條條。我潮州話喎。你嗰個我 X 是潮州人嚟咧，伊會曉講潮州話喂，Sammy Chang 咪是潮州人嘅。係咧，南豐咪是潮州人嚟，南豐。係嘛就。
香港人真係講客家話。我俾客家話，我講廣府話句講，我叫潮話人嘅字，我係講講所在。廣府話較濟嘅話，係講潮州話，還是客話？客話我是地未曉啦，是。誒，潮州話冇咩曉。one thing 啷特別會知咗，像你去香港啊，一叫你鬼妹鬼佬啊，你別使起哄。 Take offense。because 像啷這邊伊啷是叫西人。西人是 Westerner， 你去香港都是鬼佬。但你未曉講，我本來講我係鬼妹啊，我唔識嘅，我講好文嘅，你慢慢講啊，我鬼妹啊，呢度教你好好咧。哦 ，OK， 一時俾逼人啦。因為啲加拿大伊人真係係香港人，所以伊人在鬼佬是 derogatory 啦，所以加拿大唔使講啦。所以我計講我係鬼妹。我鬼妹，你對仔啊！你我計講，我冇咩識嘅，我冇咩識嘅，你我對慢慢啊！對，你條件是你特別曉 communicate 嘅 blend in 嘅啊 ，communicate blend in 嘅實際啲，我無聊你會 blend in 嘅話，你到啲香港 ，if 你即係你嗰啲香港有工課做，有攤類嘅話啦 ，you will love this place， 我無聊你嘅。對啦，我同你講真正，我特年本是去嘅，因為 OK， 因為 city 是行 walking city 所，你實際是幾隻車 ？Walking very friendly， walking friendly and then 我同你講，伊 public transport 是 world class 嘅。哦，伊地鐵、地車、地的士、地 MRT 嗰啲是 world class 嘅。Make sure 一架meter 嚇。叫 make sure。taxi make sure 一 meter 嚇，伊比較個買架 meter 下路啊。路啊。啊。哎呀，規世界嘛是安尼款。對。原來咁嘅事。香港有 WhatsApp 喎，啊不是，香港有迄個 Uber 啊，迄個 Grab 嗰啲嘢。有本咧。咁你咪是借迄個嘢咯。冇搭taxi冇。冇你咪是用你 app 咯。taxi 貴特別 actually taxi 貴嘅有嘅。特別我同你講下，特別 taxi 是貴嘅。行嚟借 MRT 嘅地巴是幾好嘅。OK 啦，我甲阿龍甲微微玩兩出再去。阿 John 我甲你講，你教我咪俾你對我學古嘅時，我驚話你話細漢，所以我特會着夾 stroller 嘅 stroller， 我甲我紅尋我驚。特會每去 ，even 係你窒嘅位啊，你食下咧燒鵝髀啊咩啊，我個 accidentally 去到 One Michelin Star 燒鵝髀，滿是了食，滿是安尼。伊是快，真安全嘅事啲嘢咋。伊是快，of course， 你問講啊，有人學查某人強姦啊，有，但係你學 overall 啦，伊是 one of the safest cities 嚟。一個就是 compared to 巴黎啊 ，Paris 啊，伊較好行過 Paris，我甲你講 as a traveler with a stroller，冇 Paris 啊，冇唔是垃圾，我冇 friendly，because old city 啊，對，伊 old city，伊冇係你成 stroller 啊，面有講啊 ，Paris，香港較好行過Korea，對，香港好行過Korea，我告訴你，伊唔知伊你 luggage，你目睭看咪accessory 較濟本，我同你講。你加拿大嘅 MRT 啦，嗬，你一出來呢，嗬，呢度有只坐路，會通了嘅，你知哦。所以你根本你免坐 taxi 本好啊，嗬，你要緊嘅位啦，較濟是會夠咧，你也無咪坐一train。我感覺對啦，是講你要去香港，你家己去 explore 嚟講，你單就袂只較大淡薄。但是講你去識咧，人會做你較快淡薄，接伊教你會教咗啊。咁樣咧，我諗冇。家己去嘛是。係啊，你看香港去啊，你第年了，你都俾人感覺就講，伊嘅是啲是安。佢就係講話嚟咩話講無線電視翡翠台。我就講，當劍咧。我咁我家己一人去香港 ，because 我過曉聽人講去 Mexico， 我唔聽。啊，對，當劍無線電視翡翠台，伊 reputation 冇你好咧就。你個四字本 reputation 冇你好咧，我唔是講個 reputation 事，我是比較講，我近嚟有講無線電視翡翠台。無線電視啊，翡翠台。我睇 TVB 大啊，John 都講我睇 TVB 大。哈哈，對，歡樂今宵，我唱我聽。呢個歌，呢美路黐線嘅，黐咪黐咯。932嚟啊，932都不記叫香港嘅哦。
我唔捌去過啦，特別我聽我會去唔去香港誒。我唔捌去過香港，特別我聽我嘅學生講，伊講是真好行，唔係伊暑假合併。啊，then 講到都講行誒啦，伊較濟所在有影只會行路會到，特別咧是講對，若是講馬來西亞伊無咩關係行路誒來感覺真會，表示伊講啊，因為迄個香港人講伊行路10分鐘20 minutes，伊講。伊對人講是真彎嘅，但係對我嘅課程講是真會嘅。對啦，你在咩說會行？伊有可能 platform 行，有嘅一啲行，頭頂是人行路嘅。especially 因佢是英國人去發展嘅所在，因嘅路嗰啲矮咗，因嘅你車是路頂車行嘅路嚟咗，所以就所以行路嘅人真係濟。如果有隻特別咧就，John 只行嘢佢講嘅。Lu cari particular buat jamban lah. Yang jamban cak public jamban cincak 8 nya. 8 is chinky as the last time. What space is not part of my requirement. Okay, so 是 chinky, is sometimes 會是打嘅，tapi 伊每冚掉都是會扣掉啲成股。係你話嘅 extend 8。我跟你講，我 requirement 是 space 冇關係，要緊你是單嘅。但 I mean 你就我是 requirement 是加淡。And then 我嚟講，香港嘅toilet 唔是 overall 唔是，伊是 above average 啦，特別你別 expect 講伊前期加到落去啦，伊人咧濟。伊無可你用樣restaurant toilet 呢，你代表就唔對，一冇嘅，你哋俾佢吹嘅。成個 New York， 即成個 New York reminds me of New York exactly。Korea 是every MRT station 不有啊，特別香港唔冇條條嘅。香港你咪去吹 MRT 嘅 toilet 呀咯？唔是，有你冇嘅，有你冇嘅，對，有你冇。Korea 是100% 都有嘅，特別香港冇嘅。特別 MRT 就水嘅。好話 Korea toilet 較好貴，較清潔。有嗱，你就有哇，較清潔，較 spacious。較跨本條，我同你講到 space 啊，無法度嘅。你就我朋友啊，伊香港人啊，養個厝啊是，你房間開門呢啊，就是變成咧。伊是開門就是不到啲變成嘢咧。我 friend 嗬，伊是住喺公屋嘅啊，公屋嘅啊，咧伊一開門呢嗬，就是無了咯，廳啦、文層啦，嗰啲是做聚會嘅咯。one room 嚟，one room 呀，แล้ว有啦，有隔開咧是伊嘅 kitchen 呀咯，kitchen 加在嚇。我見嗰位朋友咯，人有時啊，外人，誒有嘅家庭嘅一頭本是安尼款，隔了囡仔，隔了做隻。美國咪是逼情，美國咪是逼情。我朋友是三兄弟姊妹，甲老爸老母5個人啊，我去佢樣嘅厝，我無大啦，of course 比我大。伊樣嘅厝，你就入去啊，5個人白白大啊。對，佢都看得貴。伊就是一個在一間，係啦，攞嚟房間，係啦，伊小弟是 forever 困啲聽位嘅咗。樣就是安尼款大下啲咯。你會個有房間個嗬，我 friend 呢啊，嗬是無一頭無房間嘅咯。名稱係做家係到啲聽嘅。伊是你阿點你 friend 是 studio 嘅啦，係種14間嘅 studio 啦。伊是你就係佢哋彩虹哦，彩虹村啊，你嚇政府嘅一個，政府嘅厝咯。有你別等幾十年嘢有啲人，等幾十年計上樓嘅。上樓是樣是買係水係咩？買。哦，特別政府安排啊。特別你所以我同你講啦，你所以我同你講啦，你所以我朋友就起行就是啊，用國南路嚟2年幾後，一係使上樓，特別按咗香港嘅人等10幾20年冇得上樓。考慮下啫，買樓咯，買人 HDB 咯，叫你所以，伊講做咩事政府被做個安喺出邊。做乜事讓落來，會使ทัก網嘅學堂，會使陽網嘅面。即係變做 internal 成個家己拍家己嘅，然後是。對，而家政府真正，而家人嘅政府規條聽 central 嘅話了。就是講香港嘅政府是去聽到啲中國政府嘅話，中國嘅，然後對待伊樣家己香港嘅人民冇呢好。對，我朋友喺起航上面其實，即是 recently 把落發生無久嘅事呢，幾年幾正發生嘅事呢就。yang 2019年yang masih udah sibuk kan di campaign 出嚟咯，yang biggest yang may protest 嘛，所以有 campaign， yang campaign 有 theme song 嘅就，有時條 theme song 嘅就，迄個 theme song 咧嗬，
真濟香港人 just 講笑啦，講伊是人嘅 national anthem 嚟。because 伊條歌就是代表香港人嘅心聲咯就。So and then 真一人就去唱咯，特別迄條歌就 band 嘅真正響咯就。because 迄條歌無講到後面物件，it just 講到 glory of Hong Kong 咯就。So 迄條歌咧，幾那月之前咧，發生一個真大事，對人嚟講是真大事咯就。就是樣啲one of the sport event 裏邊咧，我唔知是掉啲還是安怎，嗰時樣唔知安怎安排啦。樣啊啲我伊想是啲Middle East 嗰時都落去啦，即係 country。football 時候，睇你 FIFA 你是 World Cup 嘅時候就啲，唔是 football，另外一個有香港嘅人代表去比賽嘅。係啦，香港嘅人用彈gold medal 咯咋？一彈gold medal 咧，用bằng national anthem 嘛？用bằng national anthem 是用bằng到一條歌咯咋？喲是。That's why，嗱時嗰都是一個 politically sensitive 嘅人，你哋 feel 到個 what the fuck， 你哋 feel 到個大數啊咋？是啊，知道。一bằng到啦，一陣時特別就 stop 了換歌咯。But 你再到做。發生安尼款嘅事了過後啦，香港嘅播咗出嘅物件，香港嘅政府做嘅物件是蝦米嗰種 ？First thing，迄隻叫 sportsman 啊，叫 ban 嗰種。嚇，都冇關係嘅意思。The government is asking，講嗬 ，Why didn't you stop them？ 迄隻叫亞gold medal嘅人就 ，Why didn't you stop them？And then，對 ，and then 人講人特別 condemn 安尼款嘅 action，一大堆政府出嚟，香港人心裏邊啲梅啦。你一句話都無講到，伊彈過咩到咯就。伊嘅 achievement 比你迄條歌更加無要緊咯就。所以所以香港人心脆其實幫唔到一條歌，你看個安尼大咯就。But that person 伊攞到個 medal，你一句學咯話都無咯就。你個梅伊做咩事無 stop 樣咯就。但是我朋友講，一地起航安尼一年來，一輪安尼久啦，一地起航就是看到這個物件咧。伊講，迄一條歌 ，What the fuck is so important about that？ 政府成日幫唔到講，幫唔到歌咯。That's why，所以伊講，伊真係心痛就是啊，迄個做 sport 嘅人啊，用家己嘅鐳去參加比賽，去賺獎，為着是蝦米物件？唔是家己名爾做，香港嘅名本綁起去嘛，對 fine，樣幫唔到歌 ，but 跟你 sports person 有咩關係先？對，會使怪。特別，所以我講同你做 sports person，伊講嗬，當今期啊，你若是要去國家代表香港比賽，唔是無人愛，你特別驚，你特別聽到唔對，又話咧 ，you have to do this， 你手特別安尼款咯 ，you have to do this， 你特別 have to do this，because 你安尼款做是 protect 你家己咯就。所以我比如講，伊同伊做香港嘅人啊，伊講伊唔家己講這個物件啦。伊咪講這個物件啦 ，because 伊當伊是安怎度，趁累了，係累食好嘅去爬山，去佚佗，去旅行，等到伊死 ，that's it，end of my life。因拍未過啊，是當然直。因拍未，你未過咧，你拍未過咧。即係人香港人，我識到一樣嘅，我阿同我朋友本來，伊講，我個接觸講啊，個當事本是，伊是香港人，特別伊是美國大隻股啊，讀冊啊是大邊做工，特別當然。我公司香港有一個 office， 伊到底下邊會做啊。特別伊個講啊 ，it's not the same anymore。因為你聽到一隻 disappointment 啊，一樣嘅聲成講 ，it's not the same Hong Kong anymore。伊講，你都唔敢講話語啊嘛。That's why 伊人只隻啊，古仔你使選政府，你使咩政府去做幾多，當然唔介意咯，別咯，你中國都對啊，整啲抬頭，加上伊人做 second home 咯，只人嚟馬來西亞、新加坡，你可能香港，伊人有才調嘅人啦，有才調有本事，伊人只勁啊，特別嚟馬來西亞邊做伊人。有人去新加坡做啊，嚇香港人。香港有 shortcut 去做新加坡人嘅，有 shortcut 嘅。啊，特別 KL 不是只香港人睇啊。特別馬來西亞是講馬來西亞伊幾係做 nationality， 新加坡伊幾係調嘅。我感覺到新加坡會較用 accept foreign worker 還是 skilled worker 嚟講 maybe 香港會死咧 ，because 好 educated 嘅人啊，老實講係 educated 嘅人 ，educated 嘅人仔，唔是好嘅人，都是有才調做工嘅人嚟。
that's why 人會出去嘛，because 人出嚟做工，啊無就是人有在度去做 investment，所以哪種嘅人就，that means 講，所以俾人仔走㗎啦。The best people are living。所以就是我朋友每時講，伊講成日看到嚟香港，成日都成日看到人哋成日冇去辦保險嘅可能。所以我一到去啊，我本 video 是冇上去嘅。哦，所以我當然去咪是冇上嘅咯，我不是我當。所以我同你講，所以我就 surprise 講，按照盧家搞上字，我唔去。我唔係去過。要 miss the best part of Hong Kong 了。哦，但係我冇講未去咯，我哋 miss 去啊嘛，我看 miss Hong Kong 地啊。你特別想到隻物件啊？人嘅燒鵝髀是貴價嘅。人嘅鴨腿是貴價嘅。依雞是舊嘅吧？依雞是舊嘅，依米本是正嘅。香港伊嘅雲吞麵然後就 Q。伊嘅雲吞麵裏邊有蝦。香港 is the only place 會睇食燒鵝 ，Malaysia 都冇得燒鵝，燒鴨啫嘛。有燒鵝嘅，邊頂有嘅，我就隨便有嘅。有真係冇。冇香港邊頂嘅尖尖實，冇味素冇上啦，你愛食是食掉嘅。伊人學你嘅 portion 食是食大嘅。你如果 airport 做攤食嘅，嚇掉我嘛，咁我爸人定到去 transit 到香港嘅時有去食伊個歌。伊連燒鵝，伊連 airport 裏邊入去好食碗嚟。迄個 airport 嘅燒鵝是 Michelin star 嘅咧。哦，我唔係食過，我上嗰時唔係食過燒鵝咧。超正，我奶粉嘅燒奶粉下掉燒鵝奶粉，係咩是奶粉？奶粉是成個垃圾條啊！你睇成個垃圾。哦，成個有條盤 ，OK。你米提白嗰啲物件嚟，上特別是長嘅，特別是長嘅。哦，你講辣椒條，講辣椒啲米咯。多士飛邊 ，OK。除了食物件咧，個係物件我。實際上講嚟講去貴咩？實個是食嘅。我冇試過 shopping 嘅。我冇試過 shopping。伊人係咪？鹹水。我試過俾伊人嘅海灘，伊人嘅係你更有。人海產。哦，人去辦去，哈。要辦去你西營盤、北角呢邊貴，但係只海味。哦。OK， 所以對我嚟講，係 shopping 是我冇 interested shopping 嘅物件，because 我當 shopping 是 Amazon 嘅。你都做咩物件？我是看風景咯，了食咯，了 lifestyle experience 嘅 lifestyle 咯。逼食啦！你講伊是成個 New York 嗰啲 big city 嚟嘅。New York City，那時我去 New York 嚇，我唔是去食嘅，去食加去看 show 咯。安所以我去香港，去 show 去看食。我去香港，入面個路面樓就直接咯，路樓兩三隻就夠咯。啊，我食就夠啦咯，transit 咯 ，transit。because 那時我喺 Cathay Pacific，我直頭 stop Hong Kong 嘅嘛。對啦，transit 那時個 transit，以後你直接點先，你咪住嗰度做咩咯？啊，我捌上個月知道是，我險去 ，because 我係 friend，我嚟講我係公司嘅，伊講你若是來香港嚇，你會使來我人嘅公司去行啫，所以我有拍算者，了有知道是。flight 真係奇怪，我就出去香港 something like that， 我就有個安怎下，我唔知就出去，呢個唔是出去 transit， 成個是你冇出去 country， 特別你個就去另外一個出 outside from the airport 嘅話，特別你個冇歸港嘅你冇啦，冇接港嘅嘛，一頂車唔使踩到嗰度去得落位。不別記啊！我真係真正 foreign 嘅，你去香港時我真係 foreign 嘅，我想去日本啊！我成個卡，因為我不去過數啦，我去日本攞到，所以我去日本我那時候我個會曉下你，我 of course 我係 survive 啦，到香港我有講嘢話，有面配較高，依背記，again 依係 priority 嚇 ，20 minutes 就 priority 是quite low 啦，對我嚟講。冇 train 嘅快嘛，所以香我淡薄 feeling 成日去 Chinatown 喺度叫啊，去住嘅 Chinatown，所以我咁樣去我見 New York City 就係到嘢咯。Actually New York City 就到只啊。咁 it's slightly better 嘅 New York 啦，New York 係subway 臭照啲嘅。
人係 subway 個情緒係 subway 啊，嗬個水咧個一寫大字嘅啊，我去學去無上嘅 station 去翕小影呢，去落去咧嗬，我甲我 friend 講，嚟咩，係咪站嘅名啦？是講灣仔一車站嘅名，一車站嘅名嗬，有嘅站啦嗬，一時寫佢哋大字嘅毛毛字嘅，即係到底表嘅款咧。啊，แล้วก็無常色嘅，無常站咧有無常色，有黃色啊，有藍色啊，แล้วอี字啊，彩虹嘅是彩虹嘅，啊，彩虹嘅是彩虹嘅，แล้ว我落去啊，嗬，就是翕咧，嗬，咩咩個條到對佢個行名啊，MRT 啊，แล้ว個在去 next station 啦，嗬，個在落去啦，嗬，翕咧個在條到對，係你講好冰咯，一個啊，你講。特別穩定是伊 MRT 是用嘅是假清氣嘅，假清氣，特別是而家真正少 ，that's why 伊 prior 我無講真正想愛去香港，就是因為看到，因為我愛真正愛做物件，真少啊，像講伊想看所在那款位 ，OK， 像講你識啦，特別做香港會看物件真濟咗，Victoria Harbour 咯。我冇夠用你咁聲，你去咪是去關口窿咯。Victoria Harbour，但係 Victoria Harbour 係你硬食轉冇啊嘛，咪都想半。Symphony of Light 個喎，就冇點嘢啊嘛。Symphony of Light 個喎，唔知啊。星光大道啊，你係咪？星光大道啊 ，Central 會 Admiralty。中依是客古 Police Station，係你 British 人用嘅。有伊人變其實個一個 event space 啊，只只 art gallery 啦，只 hang out 嘅位啊。中環嗰條咯，你 Paddle Street 呢邊。嗰個一個是卡古經啊，本是。卡古經有 something 嚟嘅。卡古經嘅，阿 John，你只只都條龜嘛，香港只是。阿 John， 你看阿 John， 你係去隨貴嘅hotel 嚟度咯，貴個數嘅地產嚟佢去啊，猛鬼做 research， 你猛鬼酒店咩啊？都做咩嚟講？我感覺是少，我你識講我去日本啊，我係去看只這一部上交咗啊，食嘅嘢嚟，哦，香港嘛是有，香港咧會看咩？我講你我伊靠我無聊你去喺你白燈嘅人啊，你去香港你係暑假嘅就，對嘅，就暑假。I mean 我唔是講我去搞無暑假，我是感覺到伊 attract 我嘅物件是真少，所以我無講想，我真正想要去香港，我無你可能。我上擺去啊，嗬，就人聽到啦，香港人聽到啦，係你重慶大廈，一直聽到你重慶大廈呢，嚇你喺重慶大廈嗰度住啊，有危險啊咩啊，有人用情啊術死去啊，咁樣阿叉到嚟面啊，阿叉咁樣嘛，佢就是阿叉，阿叉是咖喱啊，阿叉是印度人，OK，因為古早 British 是有係你印度人嘅時候你安尼 ，racist 嘅嚟做緊，啊，แล้ว佢哋 building 嗬。你 building 嗬就是只一個聯合國，你看就係咪貴咁走嚟邊大，我咪是去大過，但 actually 本是只爽本啊 OK 啊，冇事啊。我非得你翕真正隻小影咗，because 你企喺啲街路邊翕小影，你翕真隻 angle 嘅。because 要真隻物件，你會翕小影嘅，你去弄嘅街市。啊，無就是去樣嘅迄個 flat 嘅樓卡位，你翕到真隻小影嘅。你怪獸大廈，你海山樓，啊，無就是你這樣嘅 tram， 你本嚟翕咗隻小影嘅。叮叮啊，係你盲料本是真好，本嚟人嘅盲料，一人只係你水上人家，一人多啲係你，成個多啲準大澳咯，叫大澳嘛，叫啊，你所在，你睇只係盲料嘅啦。你漁村嘅啊，唔是到大澳嘅位咯，你使叫大澳行了。我看伊人嘅海產啊，伊人做你大料咁樣啦。哦，香港上個 Korea 哈 a bit about movie， 上個 area 哈，上個你叫咩？冇間道做你自己嘅個別店嘛，嚇，你做佢冇間道你個別店嘛，即係個別店。啊，我哋有咩上天台講？夜頭，佢了時你 house 嘅。
我去天台見。就是 other than 伊個小狗啊，伊個八隻狗啊，你叉燒飯啊，我出你個了下點心啊，出你個了物件我真係冇 interested 啊 ，pop culture anything 個了我冇真係冇 interested，即係我冇講有這衝動要去。特別你講食食嘅啦，你講愛去。食個餅呀，那是你我冇食個餅啊，我食啊咯。你去打小人咯，哦。我飛到阿俊嚟做這樣咯，你嚟做這樣咯。我去打仗，我都冇少人嚟打。Will 話你有啲生辰八字去。力齋啊，去大嶼山力齋。大西去看布達咯。我定到啊！我愛去看咧，多多嚟布達，我迄個我唔捌去過。大嶼山啊！我定到嘅是我係cousin， 我係堂姐，定到我伊些係是大舊人嘅。你咪就講我內 cousin 咧，伊話 uncle 伊冇80歲咧，我 uncle 就去做生意，所以伊大舊人，所以我內 cousin 大舊人，我係 cousin sister， 伊到啲大嶼山嘅嘛，到過一年就 ，because 伊翁是做 hotel 嘅嘛，然後伊人到啲下邊有厝正大嘅，我險未去，特別不是冇緣我去冇掉喎。伊冇做啊，曾經。冇做啊！你當到啲係Malaysia 做，特別伊冇做 hotel， 係做 hospital。伊是大輪到Island 掉，你Island 掉，有一隻做飛機電我就是啲大嶼山啦，就是攞埋人工來，攞埋啲。你講伊大嶼山啊，嗬，你就伊上嗰時喺河內啊，嗬咧要河你一條票，你看你會使去買伊。像嗰時是 set 嘅伊芥菜啊，嗬，你知你芥菜不好食，你知哦。大嶼山食齋嘅，你是食你去轉票，你使去換來食這物件啊？伊轉票，伊入門票啊，成咪了我會記，我是條條。你是坐會使坐 cable car 㗎？我冇聽過人坐船咧，佢坐 cable car 㗎，你是坐巴士啊？cable car 頂到是俾坐 cable car 嘛。你人講就是大嶼山啊，係你大佛แล้ว食齋嘅嘛，你就是講你會使記永食啫嘛。特別你滑車是唔是坐船嘅咩？滑車，還是特別坐橋？滑橋。because 我聽我cousin講，大嶼山我是坐巴士去嘅。我cousin是滑車特別坐船啊 ，ferry 講。我知過橋呀，because 係過。我冇直接，我冇攤去。我唔捌去。我古早是坐 cable car 去嘅 ，and then 下底 cable car 你會使看到人爬山，你行落去你會使人爬山。我就是愛去爬你山 ，because 我去嘅是我去爬 Victoria Hills。Actually 爬山 not bad， quite interesting。你去只去爬山，爬到個只嚇。誒，爬山真好 ，because 我看你香港嘅戲講你係咪親王之王啊，係咪鬼啦？你去爬山 Victoria Hills 後尾時，你看到伊個 villa 個了，上甲你親王你 King of Gambler 會先。去爬山你絕對。你若是去爬，會看到周潤發。係你周潤發。你伊 villa 個了啊，介水呢，你看落去，你看到你厝啊，人大聲你夾房，特別你看到即個人嘅厝啊，伊個家己。像個一個 mini golf course 啊，咪講咧，伊有影伊嘅。係你是講咩位？係你我講同埋 Victoria Hills 是香港話是香港話叫咩？香港。話是 Victoria Hills 冇香港話。山頂。哦，山頂，香港住山頂嘅。你使坐 cable car 去，แล้ว你使我是坐 cable car 去，แล้ว我落嘅時我落嚟 ，because 我冇點聲去落 ，and really 伊風景真水。我同你講，伊喺你山頂，我就是成個人嘅係你。Bukit Bendera。特別是多景嘅bungalow 呢，到底。成個保險呢，攞保險咪是有多景處。特別啦，伊起啊，伊 maximize 伊 real estate 啊，伊特嚟坑啊，本起一個。講，伊特嚟拍跳呢嚇。都對我嚟講咧 ，as in 我是唔是 architecture 嘅人啦？特別我真正佩服啊！伊特嚟坑啊，伊本嚟用咗 ，and 伊用啊，伊做伊嘅 garden 個了真水，伊曉用伊嘅位個了啊，無省咗，無了咗，特嚟坑伊本才華做個水，所以對我嚟講，係你是有影是，我是屬個紅花嘅物件，我是去看嘅。冇阿 John 冇去看，冇。
我自家看那款的物件呀。食我 OK 啦，食我 OK。是講我是我有較有興趣係我較有興趣去韓國看，我感覺韓國嗰隻字物件我唔知嘅。香港係你個關係香港嘅物件，像是都 part of 你嘅culture物件嘛。有咯。所以 Korea 就真係 foreign 嘅 concept 對，所以我變做較 attractive 是 because of 安尼款咯，我想較有興趣啦，去趣味看。然後香港我食咯，我唔知講是好食，是講我無你講只標，我唔講只小咧香港嘅明星啊，啥物我個無講小。我無買日本咯，特別我是家己看咯，因我在這邊啲紅公鴨嘅店啊，我無買，我特別我就家己間店，一間去看。有伊 anime 嘅店，哇，伊有影所以伊 anime 嘅 figurine 嚇是，樣 figurine 賣 figurine 日本有真係本嘅。figurine 嘅物件，伊嘅店真細，特別伊嘅做甲真雜，嚟逐項個了解水爾，伊嘅迄個 Japanese 嘅 anime 啦，係咪個了做真夠做？我都得 last week 呢，話你講喂香港嘅個力話你講，我話個都係話佢啲講話。呢個就係香港嘅啦，咁個講廣府話。甲你講啊，叮當店啊，香港嘅物件個了好食啊，真彩。真彩冇好食，你講。因為街路邊嘅物件是好食嘅，人街路邊咧。係啊，我成個想食伊，成個伊 food 啦，成個講我去台灣 actually 咪是對我嚟講，我是去台灣，我是去食嘅。我唔知講伊別嚟為。有蝦米物件看，特別我冇暑假，成日喺咧金崩嘅呢，我冇暑假。人講。That's why you keep layover 隻 because you fly 嘅day you 得掉 layover 嘛。香港冇金崩。係咯，就是。有啦，即係冇，你見圍村路咯。新界元朗嗰邊圍村路咯。still 有啊，當然。嚇，攞嚟記啦，我係記。我係朋友同我講，係咧叮當人看香港戲，特別人講到係你 area 是，特別人講咩啊？成個是18啥？係咪啊？嗱香港特別冇特別人買你紅色 iPhone 那邊 ship 嘅叫咩啊？嚇？深圳嚇，深圳 yes， 深圳當然真係 develop 咗啊，當然。特別深圳唔是嗰邊嘅，深圳是安中國。你特別你小 visa 喎。深圳是 develop， 特別深圳是 develop 特別啊！我老實講啦，because 我古早是大地中國8年嘅人啦，我記深圳真係知道嘅就，深圳嘅香港啦，伊 feeling 是無相嘅。深圳是真係 develop 啦，特別深圳係種嘅逼迫啊，是跟香港無相嘅。香港是我一直嘅。Because maybe 你是 feel 到香港嘅maybe is develop 深圳 develop 特別香港較有 culture 是唔是？有個 culture。香港較有 culture，人嘅人嘅 civilized。了深圳我都直接了深圳真係借北方嘅人落嚟，伊唔是講鄧人話，伊唔是講廣東話嘅。而家深圳唔是講Cantonese 做曬咧，深圳是講 Mandarin 做曬咧。伊是 factory town 嚟。係啊，有係melting pot 嚟。我就是一個 China 嘅模樣就對了啦。我同你講啦，講個派天啊冇啦，嗱人講個派天咪。就是新加坡接 JB 嘅一種嘅 feeling。你諗下，俾係你只係你 Air4 嘅翻版嘅物件。翻版嘅啫。因為我嘅當時嘅意思，讓 office 我叫做香港版 office 啊，意思就係香港人是 which 俾特別少就 reduce 一隻啊。แล้วยัง個依個公司我公司本有深圳本有 office，所以伊樣頂到我聽到香港是呢個深圳市，你是想到講樣個擺講深圳是成個淡薄成個落後啊呢嘛？你對去深圳咧，無啦啦上邊落嚟啊！路景係所在，路景係所在。你喺上邊落嚟啊！深圳你日你一個地，你看地啊落嚟啊，香港啊，你真特別，我講深圳有看到你未見啊，條藍白眼嘅就是做嘅，好特別深圳咧是而家是develop 掉，特別啲嘢 develop 嗬。總之你知哦，即中國有一個。
一點嘛，伊個了話有一個班，伊一個班嘅，你去個大陸吼，伊本是差唔多像嘅，但是一個中國就對啊，你一入去就無像了嘅，你感覺。香港嘅 development 啊是 build up 嘅，你知道？係咯，係深圳嘅種 development 是 sudden 嘅，你知道？sudden boom 啦 ，boom 就係成個 boom。你若是講吼，你去香港啦，啊無你嘛香港啦，尋去澳門啦，話澳門就只澳門是 OK，小我冇做過，澳門是 part of Hong Kong 嘛。馬卡是家己嘅 country 馬卡 own country 嚟，唔是馬卡古早是馬卡古早是波多嚟嘅。OK，是波多嚟嘅咯，香港是 colony 嚟，叫 colony 嚟，啦香港是 UK。然後 Now, Macau still 是 part of Portugal。冇，有時 China 嚟。official language，伊 official language still 是 Portuguese 嘅。特別呢，嗬，伊人嘅態度啦，伊人嘅對講對去中國嘅態度咧，Macau嘅伊就較無像個香港咁嘅 aggressive 啦。對，伊較無咁嘅 aggressive。人家凊彩 ，because 伊做落來是一個較凊彩嘅所在。對。伊是驚講香港嘅人安尼，version of Hong Kong。香港嘅中國西女嘅地方就是馬交。That's why 中國同馬交真係 freedom，就是 because 伊是用馬交嚟寫。哦，你是講伊人班啊，袂使用只隻 cash 出去啊，伊人個中國袂使帶只隻 cash 去啊。伊是 Las Vegas 嚟嘛？因海洋城啊，你暗時接出嚟。對。你去美國嘅 Las Vegas 係使。伊呢住女白照，然後伊用馬交嚟寫女。哦。伊就係講到黑邊，特別伊冚住女白照。唔係講你大時係去香港嘅時 immigration slap 路。特別我講，你成日講咩？你成日講你無面是個香港呢？可能咪去香港。我知咪個無上啊，澳門。冇上過一家上，我感覺馬交嘅物件本真正好食嘅。對啦。頭有一個特別嘅咧，馬交咧是香港冇嘅，就是Portuguese 人講係咪 Portuguese 加馬交 mix 嘅，伊成個人nyonya peranakan 啊，yang係 peranakan。伊人係 peranakan，對，伊人不 Portuguese 加馬交嘅人教嘅嘛，所以李嘉欣咪是 Portuguese，咪是 peranakan 係咯。咧伊人係 peranakan 嘅，好食嘅。鹽焗雞啊，你講？葡國雞嘅咖喱雞。Portuguese 係咖喱雞，something like that 咧，人煮個成個咖喱雞啊，你哦。特別伊講講吉利嘅，伊換食講吉利嘅。哎呀，咪成個人嘅貴呀！伊係味膠，特別伊係味膠粉，伊無用 fresh 味膠，無香。所以咱去香港去澳門就去。即係I think 伊嘅 ferry 唔知係45 minutes 還是1 hour。特別你對於相機無上 country， 馬交就係食所在，真係食。我就係講馬交要一個上架係人巴拉界，你係佛山，你去特條邊。你每我去站，對啊，三巴。我覺得馬交就係出邊嘅，馬交是 the only place 啦。你會使用人民幣，你會使用馬交嘅 dollar， 你會使用香港 dollar， 三行嘅鐳咧參做會使別用嘅。蝦米鐳係蝦米鐳本體。你本是一塊嘛，一人上嘅。咁咧一對二嘅咧。哦，一對二嘅啊，咁樣。一對二嘅黃金。哦。咁咧一對二嘅，你其實100塊，你講300蚊咧，300塊咧，你其實蝦米蚊咩使？用香港 dollar 一定要參咗馬交嘅鐳300，可以殺到100個半嘅。有險。咁少嘅。特別水喎，馬交我水。Actually， 我較 curious 去馬交貴。馬交，你若是講無類去 Las Vegas 嘅嗬，去馬交不會使 ，because 伊真正係就是 Las Vegas 嗰邊嚟本有嚟馬交發展嘅嘛。哦。伊本是 world class 嘅，我同你講，伊 casino。伊 casino 是上公司嘅，是上間路做嘅。Las Vegas 出名啊，你 Venice Hotel 啊，啲馬交本是有上嘅一間嘅。公司是上。
啊，仲有 PTR 我小 A 之類是我知哦，伊去係你馬交係你後邊係咪翕相係你 wedding 係你 pre-wedding photo 嘅，係你都好無人都在後邊嗰邊。哦，一個咯，馬交嘅一個只。哦，係你所在。第三班後尾伊都好去個無人都在，伊早起6點到嗰邊就咩翕相，嗰邊像係你我知人去嗰邊翕相。伊人 wedding 嘅事，伊趣味是你是全世界嘅就伊一個所在呢，伊個路名嗰粒是 Portuguese 嘅東南字嘅 ，Portuguese 嘅東南字嘅，全世界嘅係一個呢。because Portuguese 係人嘅 official language 嚟。但係當今冇啦，當今變咗這啦，當今冇呢有建議啊 Portuguese，古早是學得未讀嘅。係啦，咧特別呢，我是感覺就講，嗱是講香港กับ馬交咧，你會使香港咧貴馬交咯，咧馬交呢本是只你貴錯咯。特別你特別注意點，馬交先咯。香港咧是你會使坐正只 public transport 嘅所在，馬交唔是。馬交是大部分都被坐巴士，你被行先坐路。特別我同你講，你坐巴士唔免驚 ，because 伊賭場啊，伊 casino 嘅巴士啊，佢是坐唔會。但伊 casino 嘅巴士 free 啦，free shuttle bus。伊有淡薄像個 Lisbon 啊，就是伊是一個 quite relaxing 嘅一個所在，較 chill 嘅，伊 culture。chill 嘅所在嚟掉，伊環境比較水淡薄嘅，because 伊無香港人學習。我同你講哦，你行路啦 ，in fact 你行路啦，你本嚟 from 伊妹行到頭前去了啦，冇講只大，我用半點鐘就行了。我那是我哋半點鐘行未了啦。我那是 from 伊妹跌落行到頭前啦，伊碼頭啦 ，from 伊阿妹第妹一間嘅學校，我行到伊 JD 啊，差唔多呢款啦，用差唔多半點鐘1點鐘啊，呢款啦，你慢慢行啦，本嚟。叫我了啊！我那是去香港啦，我就冇 visa 呀，免。特別我去中國掉喎，中國係啦，特別香港馬交免啊，咱人免嘅 ，US 加 Malaysian 免嘅。OK。去中國你愛，所以我去深圳未去啦，我去深圳你未去，深圳你未去，你深圳未去咯，去鴨寮街咯。你會去，你特別拖 visa 啦。From Hong Kong they say apply to go to 深圳 one day 嚟談。到底到底拖誒？一個巴士成個一個巴士嚟看咧嚇。你當然去拖 visa 就係嘛，就應嘅嘛。我一頭險，我未去拖就因為我有拍算，我未教我嘅爸母做誒期望嘅老金崩啊，我定之後是有拍算，當然別啦，爸母嘅老啊，所以我 maybe 等看不到我較有興趣時，我去中國當然是 bit low on my priority 啊 ，lower than 香港個。即係當今你愛基本冇英文啊，當今咯，就是講 political 迄個呢技術啊，當今。嗰時 US 嘅 passport 啫，估咁樣。係咯。So 等下較老成shopping 我是冇 shop 啦，特別去食 OK 啦，我就是想對你食。shop John，咱美國開 shopping 就合香港冇得咧，較貴嘅，較貴過美國嘅價錢。就所以我去新加坡咪是冇講，即係人是去新加坡 shopping 咁嘛，我都冇 ，because 我唔是開呢款嘅類嘅人，我係類是冇開發冇上特別我聽到吉隆坡啊，會開 Apple Store 啊，我。阿 John 嗰時暑假開到淡嚟，唔是冇 Apple Store 嘅人。我講都去 Apple Store 我面，嗱香港咪是有 Apple Store 咯。嚇，水咯，香港係 Apple Store。有啦。但我實去香港看 Apple Store。你近日去快100咧，可能就走啊。我去看香港、新加坡 Apple Store 咪是唔捌看過 actually。唔是差唔多像嘅咩？嗰啲玻璃嘅款。I mean，伊 style 上特別冇像，伊特間 unique 嘅伊 Apple Store。你做嗰啲冇水咯，嗰啲我非常冇水咯，普通嘅。哦，嗰啲冇水啊。
我出頭只做自己應該冇水嘅，我非常就普通啦，伊唔是講冇水意思。啊沒有，我人本是普通人啦，你就別看我是特別，特別강남，你唔是到啲강남啊？강남誒 Apple Store 咪是只 one of the top store because 只貴，樣比sales 啦。我老實講一句啦，Korea 啊，一個 building 嘅啦冇水嘅。Korea 嘅整到波數嘅啦是冇那水嘅，伊無香港嘅種真 stunning 嘅就樣 design 出來。Korea 嘅手我大估咧，我無 video 伊好快就哇水咯，就少嘅咯。香港個另外一個只出名就是係隻船咯，船Jumbo 啊。台灣甲你講多了咯，無通看了咯。點啊？係你紅色船嗰時係你隻。佢哋紅色船嗰是隻海鮮嘅船，你講嘅。 No， 我講嘅是章嘅。你是唔是叫做章㗎？係你成個線你看你啊，香港嘅船。你成個線你係你冇咧。冇嘢嘅。古早做頂會，你頂嗰時隻渣已經冇嘢。古早我轉過隻頂，而家是香港嘅全部啦。依古早是香港嘅全部嚟嘛。嗰隻你是隻 restaurant 嘅，嗰時就把路執笠嘅。Jumbo 去了，Jumbo 行掉，點去了一轉啊！哦，不就食海鮮去咯？食海鮮，咁你都冇咩海鮮食嘢 ，OK？你都冇咩食海鮮到啲香港。你去 Victoria Harbour 咧，你去未到隻小英啊？係你我大家看你紅色嘅咧，是上加你咩香港 and Shanghai Bank 係你 logo 啊？對。冇咧。誒，我真係除掉一條小英嗬，是我嘅翁嘅媽，伊除掉真隻久嘅報紙頂到伊讀伊成日讀到物件 interesting 物件，一笑隻報紙，伊除掉隻報紙是檳榔，誒嗰扎嘅小英，我學教人講得啫。我同你講，佢哋將簿仔號啊個有了嘛。咁我可能會開到。佢哋講硬食嘢啊，佢哋試嘢啊，你試嘢有啊。哎呀，張寶仔，個有你對唔對啊？張寶仔特別愛累咯，自己去。等我可能巴撈是愛累嘅，但係不是愛累嘅。特別我想伊是 bankrupt 了。嗱，即個自康23年嘅嘛，5月16號，即個新聞。啷快掉哈 ？OK， 即個嗱，啷個咧叫啷個香港嘅張是唔是？哈嗱，張，這是 Bruce 嘛？好啊，伊除掉伊頂到嘅舊報紙，這唔知是幾年啊 ？Then 這是檳榔嚟，等陣你看有可能啊，古早有只隻，你看你 Jewish 人揾呢？冇，你講伊船呀，伊船啦，檳榔有啊，安怎會冇？Last time 啦，過炸了啦。這裡咯，這是檳榔啦。Chinese junks off a Malay harbour, their oddly constructed sails, a distinguishing mark. This group of freight boats is shown in the harbour of Penang. The Malay states hundreds of them regularly ply the freight routes. So 這裡是伊個除掉講，這是檳榔嘅橋啊！這是我看伊 article 是幾年嚇。我早那我細漢嘅時，啲當用到講我嘛會記，我有看到張個 Kansas City Star 啲 sales 硬嘅食嘅。我細漢嘅時，我這是差不多1972、73年咯。1935嘅news article 啦，意思講。I think 講嘅係你35應該就這個。伊 harbour 啊，應該就是佢哋新市橋嗰邊嘅。Sydenham 咯 ，Sydenham。邊？這出邊嗬，我看你國家啦，這一個是 Kansas City 嘅 newspaper 啦。但係看啲是檳榔咧，佢拄好一個看到哇，到啲檳榔嘅嘢一燒好啊咯。出邊嗬，這是檳榔嘅誒。係咪？伊報紙是19幾年1935年。1935。你講伊報紙是伊小英。報紙，這是1935年嘅報紙，伊燒好啊，because 你看到個 Kansas City 個有檳榔，伊燒好，啊咪唔是頂到燒啦。個水果都在有隻報紙。有咯。
字個清楚個。我希望我講 unique 咯，我就一定就是我橋掉，一條我看到即是。古早我哋可能古早邊咧真係我爸都未出事個。古早你19頭要電，邊咧是真係留咗嚟所在。我就係講看你學白嘅時候，應該都邊咧嘅。對咯。好潮咯，佢有講19頭要電。我真係未曉，我邊係人嚟嘛？我十幾歲嘅 uncle 嚟講嘅。10幾歲 uncle。講到啦，this morning dia baru kawan makan. Orang baru kakong niya, halin 19 頭要電嘅 era。19頭要電。古早邊咧是，古早邊咧是嗰時就真留咗嘅所在咯。19頭要電你知唔知啊？點解講啊？你而家開一個 topic 啊，嚟講留邊咧會使。我就希望，我有當時我啲時候嘅啫。但是講咱人會 time travel 啦，咱對嘢話，咱會甲迄邊人講話喎。我嗰時講50年代古邊人嘅事啦。你使啦，特別人佢了想講你是鬼。少呀，看乜去人講冇人講，看乜去講你唔定。1935年嚟嘅啦。你1935年啊，你敢講話是你變咗叫人嘅咧？你哋講安哥啊，叫安哥嘅話，伊就聽嘅。係咪安哥？阿姐，阿姐，會曉啦，聽到吧？靚女啊！我就講，咱是 British colony， 我明白，咱應該是會曉嘅，特別 addressing someone uncle 啲邊人學講學嘅話，就叫人做 uncle， 唔知幾時 start 嘅咯。我講30幾。使乜啊 ？OK， 咱去做 research 啊，咱講外國節留邊人。留邊咧？有你咪講嘅成咩留，咱有特別嘅物件。成日咱講，觀念點知都會啊。香港咪是講有樣家己嘅特別嘅物件啊，其實較 unique 物件。咱講留邊人，邊人咱本是變咗字啊嘛 ，develop， 所以變做冇想起啊嘛。叫留椒啊，對對嚟講啊，會 last time 跌得落。I think 70年代半，阿德咪是講咯，阿德到底係你 sunrise 頭整嘅你roundabout 邊數到18啊。阿德講伊個呢，伊個連落去者，伊個係咧，伊個 break 個靠到頭殼佢出花啊，出花。我 quite amazed because Farida 講過，伊古早啲鋪底嘢是隻叮叮去個street car。唔係 tram， 一直 tram 去個藝大呢度。有啦嚇。係啦，而講啊，嘅路邊嘅料是超賺嘅，幾條機。tram 啊，tram 應該是Wago 啲個嘛，唔得講啊 ，OK， 我知啷個係講 ，because 笑掉人哋話記，我個當到鬼，當中當講嘅啦，實在係齊嘅啦，個話叫個味道古西味個 ，OK。我講下結果啊，係了是菜會嘅了，了特擺教嘅時是Apple 差不多阿妹了嘛，即係你點先伊人提起壓花壓曬水嘅，你味到曬味，對，係味到伊曬水了，我第二兩就俾味到伊曬水了，教嘅時俾食飯了嘛。阿莊你咩講？我本事，如果上晝換本事咧，肯定。你特別講，即係OK，嗱，外國節講 OK， 外國節咱都嚟講留邊人，了，咱較老人特別來啊 ，OK， 應該將加工。叫我馬啦，我馬上。OK， 我 already 有 date 啦，等陣我看下我 date 我嚟就頭6個月是幾時哈？7個月。哦，7個月。我嘛就對。哦。我被做。7個月10個，是我錄音。正7個月10個。你能夠估到日本留意喎嚇？但我咪講嘅咯，是講我被另外一度。做 special 咧，Malaysia 嘛，Many。哦，知道啦。對。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咱是下禮拜嚟再見哈。攰了，咱過嚟下面咯 ，OK。然後咱下禮拜嘅聽幾個數，感謝。哇，咱過嚟下面，就嚟下面咯，咱過嚟下面。咱過嚟下禮拜，咱過嚟講留邊人啦，咱過嚟講另外一個 topic 是咩？留邊人，咱個一個
淡薄努力。嚇，對，咱講努力，一個講老邊咧，咁樣。唔要緊，等陣咱看大家就對。OK，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感謝讓大家來參加。今暝哦是真正老熱，安尼換了，覺得能夠真辛苦。感謝大家嘅支持。咱看真咧，這個佫有毛嘅，佫有毛嘅，維維娃娃本來你話得水一個，了阿龍啦，你不要佮做一個，阿龍就只你頭毛一個豆乾去做一個，你成個伊嘅。打到，個免加，個未等，個未等嗬維娃娃，又未等。嗰是水嘅當今頭毛做啊，叮當嘅當今就毛就水嘅就頭毛。是咯。我看 Facebook 特別我看到嘅。OK， 感謝啊，下禮拜再見，拜拜。拜。個到啲 YouTube 拍片嘅人，定係你外部看 episode 咧，到啲這邊會訂了，這邊將這邊一看嘅訂看訂聽 subscribe 咧是訂一隻正，一個正嘅對通知率，那是講我現條錄音咪是對通知率啦，個是bằng新嘅 episode 是個通知率，感謝啊，下禮拜嚟聽幾個數。